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1章。罗波安到耶路撒冷，就组织犹大家甲便雅悯之族特选的战士，共18万人，要甲以色列家交战，互规个王国搁归属伊家己。毋过，上主的话临到上帝重用的人示玛雅讲：你去甲所罗门的囝犹大王罗波安、犹大甲便雅悯的人民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你毋通去甲恁的兄弟交战，逐人倒去家己的厝，因为即个代志出伫我。因就听叹上主的话倒去，无去攻击耶罗波安。罗波安住伫耶路撒冷，伊伫犹大地起几若个坚固的城，就是伯利恒、以坦、提哥阿、伯属、索哥、阿杜兰、加德、玛利沙、西弗、阿德莱因、拉结、阿舍加、索拉、阿雅伦、甲希伯伦，这个拢是犹大甲便雅悯坚固的城。罗波安搁强化遐个坚固的城，设指挥官囤积粮食、橄榄油、甲酒，搁准备盾牌、甲枪，互这个城搁较坚固。犹大甲便雅悯拢受伊统治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甲利未人，拢对逐所在来归顺罗波安。利未人放弃因的草埔甲产业，来到犹大甲耶路撒冷，因为耶罗波安甲伊遐个囝毋准因执行祭司的职务，服侍上主。耶罗波安为山头段山羊粿，甲伊所做的牛仔像，家己设立祭司。以色列各支族所有决心要找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人，拢缀利未人去耶路撒冷，要献祭互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安尼，因互犹大国稳固3年久，拥护所罗门的囝罗波安，因为因遵行大卫甲所罗门的路3年久。罗波安娶玛哈达做某，玛哈达的老爸是大卫的囝亚利摩，老母是亚西的查某孙以利亚的查某囝阿比海。玛哈达生3个囝，亚乌斯是玛利亚甲撒罕。后来，罗波安搁娶押沙龙的查某囝玛迦做某，伊生4个囝：阿比亚、阿泰、谢撒甲示罗密。罗波安有18个某，60个妃，生28个囝，60个查某囝。伫这个某甲妃的中间，伊上疼押沙龙的查某囝玛迦。罗波安设立玛迦的囝阿比亚做太子，伫伊的兄弟中做头，要设立伊续接做王。罗波安做事精明，分派伊所有的囝去犹大甲便雅悯全地逐个坚固的城，搁予因充足的粮食，甲因娶真侪某。